现代台语译本箴言第18章：孤独的人追求家己的欲望，摆脱一切真诚的劝告。憨人无爱知识，只有爱点家己的意见。有邪恶就有藐视，有见笑就有凌辱。人嘴内话亲像深的水，智慧的水泉亲像得流的溪水。判断的时偏袒歹人，冤枉无辜的人拢毋好。憨人开喙引起冤家，伊一个讲话就惹起相拍。憨人的喙互伊灭亡，伊的喙唇是伊性命的罗网。讲人的用仔话亲像好食物，一个入喙就吞落腹。无照起工工作的人是破坏者的兄弟。上主是坚固的堡垒，义人走入去就安稳。好业人想讲财富是因的保障，是安全可靠的关墙。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谦卑就有尊荣。还未听了就应答，就是愚戆甲见笑。人的心会当忍受病痛，心灵破碎，无人忍受袂牢。聪明人的心得到知识，智慧人的耳孔寻求知识。